大家好，我係合哥，今次介紹係《異形4浴火重生》，係一部融合科幻恐怖與動作元素嘅電影，延續咗異形系列嘅經典怪物題材，但係風格比前3部更偏向動作驚慄與黑色幽默。異形3系列電影中，女主角被產卵，而且仲係一隻稀有嘅女王異形，官方知道一定會拎佢嚟研究，為免造成人類滅絕，所以最尾好似未來戰士咁自殺。事件發生200年之後，軍事科學家利用死前採集嘅血液樣本中嘅 DNA 複製翻佢出嚟，而且好成功，連異形女王都複製埋出嚟。科學家提取出胚胎，留低翻主角嘅身體，以便將來做其他研究。主角手臂上紋有數字8，表示係佢之前仲有7個複製人。由於佢身體有異形嘅 DNA， 所以力量同反應能力都好勁嘅。血液呈酸性，因為有前主角嘅基因，所以保留咗部分記憶，而且同異形有心靈感應添。佢對異形比對人類更有同情心，就算冇接受過任何訓練同教育，主角依然有接近成年人嘅處事能力。太空船內由42名士兵同7名科學家組成，將軍知道咗主角有記憶，怕佢會威脅到成個組織嘅安全。同時，從主角體內提取出嚟嘅胚胎已經生長到成熟型。好快，異形女王開始產卵。組織之所以要研究異形，係因為想整身化武器為軍事用途。主角警告科學家，船上每個人都會死。官方覺得異形會聽教，所以完全唔驚。一群僱傭兵、大猩猩、輪椅佬、妹妹仔、神槍手黑鬼、船長同埋佢條女，佢哋挾持咗一隻艦船，唔係要搶對方嘅錢，而係搶船上面嘅人。因為官方同佢哋訂咗一批人，知道自己今次嘅交易唔見得光，所以特登用現金交易。因為冇手尾跟，仲提醒班友仔唔好去禁區，唔好打交。官方知道自己研究緊危險嘢，唔想有意外發生。異形需要有宿主，宿主就係活生生嘅人。首先，異形蛋破開，飛出異形蟲，笠住宿主個頭。產卵管伸入口中產卵，到一段時間成熟就會破空而出。幼體過幾個鐘就變成一隻成熟殺人唔眨眼嘅怪物。嚟到室內籃球場，想同女主角較量一下球技，點知俾人侮辱到五體投地。有靈敏嘅感知，鐵一樣嘅防禦力，李連杰嘅攻擊力，仲有腐蝕性嘅血液。與其話複製人，可以講係一隻怪物。由於時間嘅關係，異形已經成熟。科學家見到自己嘅成果，非常之滿意。見你唔聽話，就俾顏色你睇下。從反應知道佢哋好聰明。其實妹妹嚟呢度係有目的嘅，因為佢知道官方研究緊異形，知道同女主角有關，所以想殺死佢。但睇到佢個傷口，知道異形已經拎咗出嚟，殺咗佢都冇意義。主角講俾佢聽，可以感應到異形嘅位置。妹妹希望佢幫手對付異形，但主角話已經太遲，走嘅時候俾人發現到，所以捉住佢。而且輪椅佬又唔見咗，官方覺得佢哋另有企圖，想將佢哋消滅晒。但係低估咗僱傭兵嘅實力，黑鬼左一槍右一槍，大猩猩嘅水壺都係槍，再利用子彈反彈，搞掂埋最後一個。妹妹將培育異形嘅事話咗俾隊友知，但隊友完全唔放喺眼內。異形係一種冷血又無情嘅生物，弱肉強食。啱啱嘅衝突引開咗科學家嘅注意力，兩隻異形聯合殺死另外一隻。異形嘅血係有強烈腐蝕作用，瞬間地下就穿咗個大窿。兩個科學家嚇到屎都賴埋，去睇下咩情況。點知係陷阱，軍人都唔執輸，入去睇埋一份。異形係控制室撳咗個急凍掣，瞬間由黑鬼變成白鬼，睇得出異形智慧遠超人類。飛船進入緊急狀態，官方第一時間選擇走佬，因為知道連耶穌都打唔過。僱傭兵雖然聽到緊急信號，但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。第一隻飛船順利走甩，第二隻就冇咁好彩，有異形爬咗入去，盡情地廝殺。將軍前一秒好威，成功掉咗個炸彈入去逃生船引爆，下一秒就俾異形喺後面偷襲。忽然有人撞到門，女主角知道異形嚟揾佢，用自己嘅血整爛咗電線，門自動打開。逃走嘅路程中，僱傭兵團長見到地上有把槍，好奇害死貓，拎起武器嘅時候，俾異形拉咗落嚟襲擊。聽到聲，其他人即刻跑過嚟，可惜遲咗一步，人已經死咗。另一隻異形出現咗佢哋面前，後面道門又鎖住咗。呢個時候團長嘅屍體震咗一下。今次到異形，好奇伸個頭落去望，俾人一槍爆頭，原來係女主角。今次選擇企喺人類嗰邊。博士透露，太空船喺緊急情況下，預設指令會返回地球，意識到如果異形走咗去地球，後果不堪設想，所以決定逃走前先毀滅呢艘飛船。
途中，主角發現咗一個實驗室，其中保存咗先前7個複製人失敗品。一名幸存者懇求主角殺死佢，悲傷嘅情況下，一把火燒晒成個實驗室。另外一間房入邊有10幾個已經破空嘅宿主，全部都係僱傭兵之前挾持嘅人質。角落仲有個新患者，一聞就知道佢體內有異形，因為依家分離技術已經進步，女主角都係生存到，話唔定有一線希望。嚟到被水浸晒嘅廚房，忽然出現異形向佢哋游過嚟，大猩猩開槍，一隻避開另一隻就中槍爆炸，個個都慌忙逃跑，邊個游得慢邊個就死。女成員連自己支槍都掉埋，想加快速度，可惜改變唔到結果。經過3分鐘嘅路程，終於上到岸，以為鬆口氣，原來係陷阱，四周圍都係異形彈，前有埋伏，後有追兵。黑鬼射咗2粒炮彈，炸爆晒異形彈。妹妹信錯咗博士，俾佢打咗一槍，跌咗落水，自己就開門走咗，好有手尾咁，順便關咗道門。呢個時候異形爬上嚟，噴毒液整盲咗黑鬼隻眼。跌落去嘅時候，好彩輪椅佬捉住鐵欄，大猩猩亂槍掃射，最終打中異形。黑鬼唔想連累輪椅佬，戒斷安全帶，自願犧牲。忽然門打開，所有人都打醒12分精神，見到係妹妹，個個人都打晒問號。原來佢係機械人，目的係為咗救人類，利用機械人入侵主電腦，將飛船設置為撞落地球一個無人區，順便切斷晒博士嘅逃生路線，再引導異形去殺佢。主角中途被捉走，而其他人逃去安全號。博士挾持咗機械女，要求停止飛船撞擊地球。呢個時候，宿主開始發作，捉住博士破空而出，直接貫穿佢個頭。原來收留宿主係為咗咁樣用。主角被帶到異形巢穴，女王異形係由主角生出嚟，繼承咗人類生育特徵，唔再需要經誕生過程，直接生胚胎。生咗一個異形幼體，似人類嘅牙齒、嘴巴、白色嘅膚色同埋人一樣嘅面孔以及眼睛，認錯咗主角係佢阿媽，而真正嘅阿媽就認唔出，仲殺死佢同埋科學家。主角趁機逃走，機械女見到馬上打開門，因為艙門未完全關好，所以機械女去處理。點知異形一早入咗嚟，即刻匿埋咗落個窿度。有成員揾機械女，一下俾異形拍爆咗個頭。主角透過分散異形注意力救機械女，再用自己嘅血液融化玻璃窗，大氣直接吸佢出去。主角淚流滿面咁睇住異形被粉碎，再吹入太空。太空船同地球相撞，引起大爆炸。安全號經過大氣層成功降落地球，但同想象中嘅情況好大出入。所有建築物都係溶溶爛爛，鬼影都唔見隻。唔需要異形摧毀佢哋，人類本身已經摧毀咗自己。女主角雖然有異形嘅能力，仍然保留人性，意味咗人唔單止取決於生理上嘅特徵，而係取決於意志、選擇同埋價值觀。電影入面嘅科學家雖然係人類，但係行為比怪物仲冷血。究竟真正嘅怪物係異形定係人類自己？多謝大家支持，有多啲嘅關注度，先令我有更多動力做更多嘅解說。